翻。哦。不要往那个。不要往那个。凯婷她同学哦。凯婷哦。那小孩就交给庄心了。周一凡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前面几个同学来，快点过去。请问你怎么拿你的电脑啊？啊，没事，好，你去那边。那我们游戏就结束喽。那刚刚赢的那一组等下来找我，有小礼物哦。没有红罐哦。没有给你红罐。那我们。一凡。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。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位哥哥。这位哥哥。为我们的马铃薯哥哥。我说了讲话了哦。好，来，盘腿坐，盘腿，跟上礼拜一样，盘腿坐，盘腿。小老师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小朋友做好，盘腿坐，不要看他调整就好，不要让他调整。手呢？我说手放哪里？双脚怎样？交叉，然后呢，手掌放在膝盖上，坐正，一般出过去点，分开，分开，人干过来一点，过去点，一般你也是，分开。
3秒，3，坐好，2，1，盘腿坐。腰板笔直，看我这边，眼睛看这边，下巴收起来，手不要放在下巴里。现在你的手是放在脚踝那边吗？看我。注意啊，你要站在我旁边吗？好，来，眼神看我。我上礼拜怎么说的？我有没有说这礼拜大哥大姐会来？忘记了。好。好。自己知道他们在干嘛吗？知道吗？刚刚有点吵。哦。那希望下次我们不要再玩这样的游戏了。大家喜欢玩这样的游戏吗？不喜欢。新梅没讲话。好。要听故事吗？要听故事吗？好，你把摇头。要听故事吗？好。好。今天讲什么故事？好，对。今天讲什么？亚伯拉罕的故事。他接待谁？亚伯拉罕接待谁？亚伯拉罕接待黄书雅吗？哦。等一下会有奖征答哦，所以要仔细听。新美，我知道你对这故事很熟，你的圣经的知识比任何人都还要熟悉。哦。但是呢，等一下老师说发问的时候，你们再举手。举手怎么举？举手。举手。伸直，然后呢，贴耳。好。等一下没有这样举的哦，不好看。你举手。然后我会点你就起来回答。那其他时间大家就是好好安静的听，不要有任何声音。等一下有声音我就会停下来。哦，有声音就会停下来哦。那今天能不能提早放学，就是看你们要好好。没有，能够下课。哦。好，来，今天讲什么？亚伯拉罕接待哪有3个呢？大家都知道他是天使啊，可是呢，这时候，我需要几个大哥哥大姐姐。